我天哪！格物要把我们抓起来！格物，快走！按钮开了吗？快跑！1、2、3，走你！如果不小心被抓起来，会被关在树屋里。好在还有队友没被抓住。看格物这个架势，势必要把小蛋仔们都装进他的麻袋里。完了，情况不妙，小奶瓶失误了，看来也要被装进麻袋了。你好呀，小奶瓶，老熟人见面了。好在还有队友存活，把我们救了出去。现在要开始第2次追逐了。对了，左上角还可以换蓝精灵的服装哦。我现在穿的是蓝葱葱，这是蓝爸爸，还有可爱的蓝妹妹哦，蓝花花也有哦。整体来说，这个追逐难度系数不高，画面也不会卡顿。这个 cos 服装真的很可爱。一共有2段追逐，最后终点还可以打卡拍照，可以拉上好朋友们来自蓝精灵大逃亡。好了，再见。